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資訊補給站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亨利陳。就快過年，大家一定喺度準備買禮盒。而家市面上面好多堅果禮盒都出晒嚟，包裝又精美，睇落去健康又體面，買翻幾盒堅果送親戚朋友又得睇，擺喺客廳都夠晒靚。大家心諗過年啊，食啲糖果餅乾，不如食下堅果仲好，反正健康啲。但你有冇諗過呢啲睇落健康嘅堅果禮盒，可能唔係養生，反而係一個健康陷阱。你以為係補充好嘅油，點知隨時將身體嘅發炎指數推上高峰。今日呢條片就用最簡單易明嘅方法，同大家拆解堅果入邊嘅營養陷阱，呢個先至係真正會傷身嘅地方。講之前，大家記實兩個名先：奧米加6同奧米加3，因為呢兩種脂肪酸嘅比例同我哋身體健康好大關係。大家都話堅果好，因為富含好油。但你知唔知好嘅油都有分好壞？營養學上，我哋最睇重嘅就係脂肪酸比例，尤其係奧米加6同奧米加3嘅比例。先講奧米加6，佢係人體必須嘅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，身體自己做唔出，一定要從食物入面攝取。佢嘅功效好實在，促進血液凝固，幫助細胞修復，調節免疫反應。適量食仲可以降低血液中嘅壞膽固醇，對心臟都有好處。佢嘅食物來源都好多，例如大豆油、玉米油、葵花油，仲有我哋今日講嘅堅果類都係含有奧米加6。但重點係正常日常飲食其實已經夠晒奧米加6，完全唔使額外補充。一旦攝取太多，反而會令身體處於慢性發炎狀態，隨時誘發三高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係關節炎、紅斑性狼瘡呢啲免疫性疾病，後果好嚴重。再講奧米加3，呢個就係名副其實嘅抗炎高手，同樣係必需脂肪酸，對心血管、大腦同眼睛健康至關重要。佢嘅好處一籮籮，降低三酸甘油酯，穩定血壓，強力抗發炎，改善記憶力，保護視網膜，仲可以促進腦部發育。想補奧米加3，最好就係食深海魚，比如青魚、鮭魚、沙甸魚。另外亞麻籽、奇亞籽同合桃都係好嘅來源。講到呢度，大家要記實一個黃金比例，奧米加6同奧米加3最理想嘅攝取比例係1:1，即係食一份奧米加6就要有1到4份奧米加3，平衡先得。咁我哋睇下平時最常見嘅堅果，到底達唔達到呢個比例？最典型嘅杏仁、腰果、花生呢幾樣產量大、成本平，係堅果禮盒嘅主角，但比例簡直離譜。杏仁奧米加6含量超高，奧米加3就幾乎係零，有數據顯示比例高達2000:1，簡直可以當係無限大，唔使計。腰果都唔好得去邊，平均比例高達50:150，一樣係奧米加6太多。花生比例都去到500:1，你試諗下，過年本身就食咗好多油炸嘢，身體已經好易發炎，呢陣你以為養生食翻啲堅果落肚，諗住中和下，根本係你個身體火上加油。呢唔係養生，係養緊身體發炎。仲有一樣嘢要提，腰果絕對係超級陷阱。嚴格嚟講，腰果根本唔係堅果，係種子，而且碳水化合物含量超高，每100克腰果澱粉加糖接近30克，呢個數字喺堅果界簡直係災難級。好多減肥嘅朋友日日精打細算唔食飯，點知睇電視時唔覺意食咗半罐腰果，血糖即刻飆升，減肥計劃瞬間 Q 咗。仲有一樣最易忽略嘅嘢，加工同調味。真正頂級嘅堅果係夠膽賣原味嘅，因為新鮮質量好嘅堅果先經得原味考驗，食落有天然奶香同清甜。但係部分買嘅禮盒好多都係蜜汁、楓糖、海鹽、蒜香味，點解？一來係迎合大眾中意重口味，二來根本係為咗遮醜。堅果富含油脂，最怕氧化，一旦儲存唔好或者擺得耐，就會有油溢味。呢個味如果係原味堅果，一食就試得出，但如果上一層口糖漿，你根本食唔出。仲有加糖，仲有一個好處，增加重量，糖唔貴。你買嘅一斤堅果入邊，可能有1兩係糖霜，
你以為係食堅果補腦，實際係食緊糖。對於屋企有心血管疾病或者糖尿病嘅長輩，呢啲嘢根本係糖衣毒藥。當然啦，如果呢個年你買堅果，純粹係為咗送禮做人情，對方就中意嗰種大紅大紫嘅禮盒，覺得咁先夠晒過年氣氛，唔在乎健康同性價比，就中意嗰種甜甜鹹鹹嘅味道，咁買綜合堅果都無妨。始終做人唔好太悶，開心最緊要。但至少你而家心裏有數。最後總結一下，食品工業發展到今日，好多時候已經偏離咗人食食物嘅初衷，變成咗賣商品嘅遊戲。堅果呢個產品就係最典型嘅例子，利用大家對健康嘅渴望同對堅果知識嘅唔熟悉，將低成本食材包裝成高價禮品。其實做消費者喺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最需要嘅能力就係睇破假象。真正嘅健康根本唔使花大錢，可能比成千上萬嘅補品更實在。希望今年過年，大家都可以將錢花喺刀刃上，食落肚嘅每一口都係對身體真正嘅滋養，唔係負擔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有用，或者身邊有啲過年中意瘋狂買堅果禮盒嘅長輩，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，亦都歡迎你喺評論區留言，讓我哋一齊拿回健康自主權。祝大家過一個精明又健康嘅好年。喂，記得俾個讚我同訂閱頻道啊！我哋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